中山樓市知多啲，係大家好，歡迎收睇 Henny 嘅地產頻道。我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咧，中山有一個樓盤打住萬畝濱海溫泉大城，有海有湖有溫泉嘅標籤嘅咁嘅一個樓盤。有人話佢咧係中山最大嘅韭菜盤。呢個樓盤咧就係南朗敏捷海灣城同坦洲嘅國際花城係同一個發展商嚟嘅。咁咧。又話佢係投資盤啦、文旅盤啦，打住深中通道出口咁嘅口號過度營銷，開發咗10幾年啦，依然冇咩配套、冇咩產業、冇咩人口。呢個板塊未來5年基本上都係毫無成長性可言嘅，號稱係永久嘅睡城。咁目前咧，佢嘅入住率咧係唔係好理想嘅？咁價格咧喺高位嘅時候咧去到18900、2萬，而家咧8、9千。咁二手樓嘅價格咧更加離譜啦，商戶踩踏得好嚴重，冇最低，只有更低。咁究竟事實係點樣嘅咧？咁 Henny 咧接落嚟咧就要一一拆解呢個樓盤，有讚有彈，創作不易。每一條影片咧都係 Henny 花費咗大量嘅時間同埋心血氣製作嘅。感謝大家喺觀看之前咧先俾個 like 俾我。咁先講優勢啦嚇，喺區位方面咧，佢係位於中山翠亨新區南朗街道，係地處粵港澳大灣區一個幾何中心，係深珠通道啦、深中通道嘅一個橋頭堡嚟嘅。同深圳前海啦、珠海橫琴啦、廣州南沙呢3大自貿區係緊密相連嘅，享受嘅係區域協同發展嘅一個紅利。距離深圳前海咧，大概係20幾公里嘅一個直線距離。揸車咧通過深中通道咧，可以快速咁抵達。同珠海嘅唐家灣咧係僅僅1路之隔嘅啫，行路500米就可以到珠海啊！實現深中珠同城生活。第二個，交通網絡發達，喺公路方面啦，臨近中山嘅東部外環高速，珠海北圍嘅互通立交，可通過高速快捷咁樣連接深圳啦、珠海啦、廣州等城市嘅。經過深珠通道，進一步縮短同深圳嘅時間距離啊！軌道方面咧，就係佢緊鄰翠亨站啦，可接駁港珠城軌嘅鐵路啦。未來咧仲會連接廣州地鐵18號線嘅延長線，係實現同廣州、深圳嘅快速通勤。喺公共交通方面佢呢個項目咧係內設咗公交嘅一個總站嘅，有多條公交線路啦，比如話082路啦、932路啦、K28快線等等嘅，連接中山市區、珠海以及周邊嘅區域，仲提供咗香港直通車嘅一個咁嘅服務嘅，方便我哋嘅跨境出行啊。3自然生態資源豐富，佢係背靠五桂山嘅山脈，森林覆蓋率比較高，負氧離子豐富，空氣清新，係天然嘅綠色氧吧。東望咧伶仃洋海岸，擁有4.9公里嘅一個海岸線，可近距離欣賞到海景，感受海洋嘅魅力。周邊咧仲有300畝嘅紅樹林濕地公園，生態景觀獨特。項目咧仲設咗天然嘅深海雷溫泉，礦物質含量豐富，具有一定嘅養生保健咁嘅價值喺度，係灣區比較少見嘅一個濱海溫泉資源。4社區內咧已經開業。大概係2.8萬平方米嘅一個菜市場，提供新鮮啦、肉菜啊咁生活物資嘅。9期嘅商業街咧有肯德基啦、華潤萬家啦、錢大媽等等咁嘅一個連鎖商家喺度嘅，滿足我哋居民嘅日常購物需求。此外咧，大概500米咁嘅距離咧，有一個9萬平方米嘅寶龍城商圈，可以享受更加豐富嘅一個購物啦、餐飲啦、娛樂體驗嘅。喺教育配套方面，呢個項目咧係內設咗公立嘅幼稚園啦，周邊咧大概係4公里啦，仲有翠亨小學啦、紀念中學啦、珠海嘅文源中學啦、珠海嘅香山學校等等名校嘅，覆蓋從幼稚園、小學到中學一個全階段嘅教育。第5，大城規劃同規模嘅優勢，作為大概係8000畝嘅一個項目級別嘅生態大盤。規劃居住咧，總共有10萬人左右，係全國排名 Top 11嘅一個超級大盤。呢個項目咧涵蓋咗別墅啦、洋房、公寓、臨街商鋪等等多種類型嘅產品戶型，滿足唔同客戶嘅一個居住啦同埋投資嘅需求。而且咧，佢社區配套齊全，自成一城嘅。
6品牌同品質保障眼睫集團開發嘅。呢個集團咧係成立於1993年，係全國知名一個綜合性嘅房地產集團，具有豐富嘅一個開發經驗啦，同埋比較良好嘅一個市場口碑喺度，多次創造咗中山銷售面積啦、銷售金額啦、套數嘅3冠王產品質量同埋服務水平係有一定嘅保障嘅，同坦洲嘅國際花城咧係同一個發展商嚟嘅。咁好啦，吹到呢度咧，又到咗大家最關心嘅環節啦。咁優點講咗咁多，缺點有邊一啲咧？咁你覺得以上嘅缺點可唔可以覆蓋得到我哋以下即將講嘅缺點咧？第一，交通噪音干擾部分流動，靠近港珠城軌鐵路列車運行嘅時候咧，產生嘅噪音同埋震動咧，可能會影響附近居民嘅一個休息，尤其係夜晚同埋凌晨嘅時候咧，為最明顯嘅啦。即使開發商採用咗呢個中空玻璃等隔音嘅一個措施啦，但係仍然有部分嘅業主反映話呢個噪音真係超標啊！如果你對聲音比較敏感嘅，睇樓嘅時候一定要睇清楚呢個漏洞所在嘅位置同銷售落實清楚自己所揀嘅漏洞會唔會受呢個噪音嘅影響。第二，配套建設節後，即使咧而家規劃咧有學校啦、有商業啦咁配套嘅，但係實際上建設嘅進度咧係存在一定嘅一個延遲，比如話部分區域嘅學校啦、幼稚園雖然已經係動咗工啦，但係咧投入使用嘅時間咧係比我哋預期咧係要遲嘅。短期內咧可能冇辦法滿足居民嘅一個基本嘅需求。第三，入住率比較低，作為一個萬畝嘅大盤，規劃建設18期，但係咧目前咧建成嘅部分區域咧就整體入住率唔係好理想。呢個咧可能會導致呢個社區嘅氛圍咧唔係夠濃厚咯。一啲商業啦、公共一個服務設施因為呢個客流量嘅一個阻滯咧而運營受限啦。第四，物業管理受爭議，有業主反映呢個物業咧係存在服務唔到位咁嘅情況，比如話門禁管理唔嚴格啦、消防設施維護唔及時啦、電梯維護唔規範咧咁嘅一個問題嘅，咁引起我哋業主對物業費嘅一個性價比嘅質疑。第五，房價波動比較大，呢幾年嚟咧受呢個大環境嘅影響，呢個樓盤嘅一個房價咧其實出現咗真係比較大嘅一個幅度下跌嘅。二手樓嘅房價同埋高峰時期相比咧就好明顯，對於投資者同埋業主嘅資產價值咧係真係有產生好大嘅影響。第六，規劃調整風險項目啦，因為長期喺度建設過程中可能會存在一個規劃調整一個情況啦，比如話土地用途嘅變更啦、配套設施嘅佈局變動等等嘅，可能對居民生活會產生一定嘅影響，比如話學校規劃調整啦、道路改善。最後咧，我哋嚟總結一下呢個樓盤南朗錦繡河溫城，憑借住呢個優越嘅區位、便捷嘅交通、豐富嘅生態資源，以及大城規劃咁嘅一個優勢咧，成為咗粵港澳大灣區比較有競爭力嘅一個宜居樓盤啦。但係咧，大盤嘅通病咧就係缺少人氣啦，配套全部落地係需要比較長嘅時間啦，二手樓嘅一個價格踩踏比較嚴重啦，等等嘅，都係需要我哋購房者咧用理性嘅思維同埋一個長遠嘅眼光去考慮。咁又到咗我哋節目嘅尾聲啦，咁 Henny 咧每日都會同大家分享呢個中山樓市最新嘅資訊啦，以及房屋買賣嘅一啲乾貨等等嘅。有意向中山樓市嘅朋友仔，歡迎訂閱 Henny 嘅頻道。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